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伙，好话会第4条，毛人读做会。这个火就是动物体内脉管内底红色的水，体内包火，细条管，咱讲血管，毛人讲血筋。若受伤会流血，严重就大病火，需要补血。若血循环系统，咱讲血路。血流入咧血管壁压力，咱讲是血压，有分做高血压，也有低血压。另外，血压古早有人讲血饼、血拍，若心脏麻痹，古早讲是血泡心。这个文音读做血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血路，毛人读做血路，代表讲血循环系统，像咱讲通心血，也就是通血路。第二个词读做心血，代表讲这个气力用真济，咱讲凹心血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汉语凹心血，用一世人的时间来研究，总算找到通血路上好药材，农民行会生使好甲事尾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血，毛人读做血，这是读鼻音，文音读做血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